我哋去完中山石岐老中菜館之後，出發前往紫馬陵公園入面嘅動物園，用高德地圖推薦嘅路線，經康華路，右轉入喜灣道，再左轉入中山五路，係右轉入一條無名嘅街道後，停車場入口係左邊。當日停車場有3小時免費泊車。駛出石岐老停車場，轉入康華路後直行，建議靠中線行駛。當見到長江路、喜灣路北東長路、喜灣路南孫文東路路牌，立即靠右，右轉入喜灣路，駛過斑馬線時要慢駛，小心行人同埋注意左邊來車。駛入喜灣路之後直行，建議靠中線行駛。經過右邊嘅貝丘街月子中心嘅大廈後嘅燈位，直行，過咗燈位後建議靠左行駛，之後到下一個燈位之前，見到左邊係威尼斯酒店，轉左駛入中山五路，之後靠右行駛。
之後會見到右邊行人路上有一個指馬寧公園地下停車場嘅路牌，轉右駛入。停車場入口係車路盡頭嘅左邊。泊好車之後，揾指馬寧公園嘅指示牌，上返地面，就係指馬寧公園北門嘅入口。而去動物園，建議乘搭要收費嘅接駁車，車程5分鐘左右。而根據高德地圖，步行大概要11分鐘。公園內可以購買飼料投餵動物，費用為10至20蚊人民幣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